新闻开始来看，国民党、民众党今仔早起进行头一届的政党协商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甲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德面对面沟通，嘛发表4段声明，望讲摕到上济立委席次，国会过半，重新执政了后做伙拍拼。因为今仔时间有限，针对总统的遴选，两个人是强调讲会赶紧去找好友谊来做伙讨论。 同款像白色写字甲蓝色领大的国民党主席朱立伦，甲民众党主席郭文德爱手第一。三十南北展开头一摆政党协商，强调政党合作是正向台湾民主第3波改革。朱立伦话出，就算南亚国会过半，也袂一党独大。郭文德表示，行出两极对抗、利空利数都是可及。即便我们过半，我们也不会是一党独大。我们必须结合所有可以结合的朋友，我们都会希望努力达到国会的席次极大化。这是为了台湾民主的第3波改革。目前这种赢者全拿、毫无制衡有权无责的政治体制的确是需要修改。那么台湾如何走出过去那种两极对抗的社会氛围我想在2024是一个契机了。 那边合作共同声明讲到4个重点，共同正向台湾第3波民主改革，避免一党独大，赢者全体。两化能源财政等未来发展共识，强化国会功能。总统应该去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，行政院长应该得到立法院多数支持，国会席次上大化，两党互相支援。不过外界上关心的就是在野上强总统候选人安怎产生。朱立伦直接讲一定会有好友谊，郭文德也讲尊重，那是公平方式拢接受。我们必须要由包括朱立伦。 包括柯主席，包括侯友宜，我们在内，我们尽快的坐下来就这个总统大选的第一个从组合到共同的目标，我们尽快的来定案。我们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所以刚才朱立伦主席也讲嘛，尽快3个人坐下来谈嘛，只要是一个公平的、公开就是然后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比赛方式，那当然我们就。 既然要合作，我们还是尊重对方的意见。那边合作有进展，共识立委席次互相支援。国民党什么时阵开放郭文德替南亚立委参选人来徛台？朱立伦表示，等总统部分协商完成了后，再来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